咱的主會聽的內底，咱同心來祈禱。至聖的上帝，阮看見這5位阮的兄弟姊妹，因對心中發出因的祈禱，像是今仔日的聖經講，我若出聲求叫上帝，伊就應答我。懇求天父上帝，伊佇因的生命中一生一世，用主你的慈愛憐憫來祝福因。至聖的天父上帝，你是阮活命的起頭，你也是阮親信佇天頂的上帝。阮相信佇今仔日的禮拜中間，阮眾人攏要有份佇因的歡喜，阮眾人攏要平平領受上帝你對天人來所賞賜阮的祝福。所以，阮佇你的面前同心祈禱的時，懇求主你的聖神降臨佇阮的中間，將你的聖神甲主你的恩惠賞賜予阮。阮佇你的面前同心祈禱，我靠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門。所以，親愛的姊妹，咱特別歡迎今仔日第一擺到佇教會。以前檢查咱中間有的人，一世人從來也毋捌踏入禮拜堂，但是今仔日因為恁的親人甲恁的囡仔要領受洗禮，天父上帝祝福恁。總是的爸爸，總是我甲伊見面的時，應該就是也未滿3歲。總是足細漢就來到喜樂保院。我人每一屆甲伊做伙，伊迄種的甲人的互動，攏是充滿熱情哈。總是耶穌愛你哈，還有敏倩的媽媽哈這個敏倩的媽媽真歡喜你佇蔡牧師甲你問講，敢袂當互敏倩領洗禮時，敏倩的媽媽有甲伊的爸爸參詳我聽了後真感動，因為敏倩的爸爸甲媽媽講。敏倩佇喜樂保院遐尼久，將近要30年。上帝照顧伊，耶穌照顧伊。將來我嘛要將伊交予上帝來照顧。親愛兄弟姊妹，咱有這個福氣，今仔日佇咱中間有5位兄弟姊妹，因佇咱的中間，因要認上帝做因天頂的阿爸，因要領受主耶穌一生一世會聽。今仔聖經是為着因來讀。因為耶穌講，我所賞賜活命的水泉，恁若啉了後，恁就永遠袂喙焦。聖禮典就是一個領受上帝對天地來祝福的一個禮拜。所以今仔日咱奉主耶穌的名，甲因行洗禮，就是陪伴因來到上帝的面前，懇求天父上帝對天人將一生的福分來賞賜予因，願咱成做因的見證。佇因的人生的中間來成做因的幫助。所以聽的姊妹，咱真福氣，咱的教會因為喜樂保院佇咱的邊啊，嘛閣有真好的牧師蔡牧師，伊常常親像老母來陪伴，才會佇喜樂保院佇遐受到照顧，佇遐大漢的，特別是總神同款。我親像伊3歲來到今仔日，那每一個來伊的名，伊就有一種真熱情的這個回應。這是一個真特別，互咱知影講，其實伊嘛有伊的感情，伊嘛有伊的靈魂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中間，將伊的話來賞賜互咱。今仔日聖經有2段話，一段話就是做禮拜甲祈禱，做禮拜甲祈禱。這句話安尼講，伊講：既然我開喙向上帝求，既然我開喙向天頂的神來開喙的時，伊就應答我。所以聽兄弟姊妹，咱今仔做伙來到這個面前，咱要見證一個上帝，伊會聽。咱嘛要佇這個所在明白一項代志，祈禱是一項真受祝福的神聖的禮儀。今仔這段話安尼講，咱要送予所有在座第一擺入來到教會的人，因為我相信，人若既若佇心內相信，出聲對天頂祈禱講，我若求求你。你就要對聖山，聖山意思就是對天人來回答咱的祈禱。咱相信祈禱會開力，因為我用聲求伊，伊就應答我。親愛的朋友，親愛的兄弟姊妹，親愛咱所聽喜樂保院的老師，多謝恁過去照顧這5位的兄弟姊妹。咱做伙佇上帝的面前來領受，因為伊的祝福講，我倒咧，我精神伊攏保守我。在座
來參加今仔洗禮的親人咱的爸爸媽媽哥哥姐姐，恁將這5位交佇喜樂寶院的照顧的內底，喜樂寶院把伊當作家己的厝內人，照顧因不是一日兩日，照顧因是一世人。面勸伊家己有選擇性，伊伫10月的時陣來做禮拜，看到其他人以前看到其他人佇教會洗禮的時陣，伊對心內就有一個渴望，伊嘛會當甲因共款領受祝福，就親像坐佇邊仔松林共款。伊看到伊的兄弟佇這個所在洗禮的時，伊就擋袂牢，因為伊兄弟佇到最後身軀軟淨的時陣才領洗禮。所以松林講，我無愛等候到我破病身軀爛無氣力的時陣才領洗禮，我要等候我勇勇的時陣，我來領洗禮。兄弟姊妹，領洗禮毋是一個宗教儀式，一個形式而定。領洗禮是甲上帝講，上帝，我需要你的祝福。求你保護我，親愛的親人，今仔日恁帶恁的親人，佇因的陪伴因來領受洗禮，就親像恁甲這個囡仔、這個人恁的兄弟、恁的親人交互喜樂寶院共款。今仔日的禮拜，恁閣一擺，毋是干那交互喜樂寶院。通過今仔日的禮拜，你甲天頂的上帝講：上帝，我將我的骨肉、將我的至親交佇你的手中，求主你保護因。求你賜福因，願聖誕節就是受祝福的節期。聖誕節就是一個受祝福的節期。願咱佇這個聖誕節的基日，咱來領受主耶穌基督施恩賜福佇咱的中間。所以今仔日的聖經第一句就是：上帝要對天人施恩賜福，互咱敬拜伊的人。閣有第2段的聖經是耶穌家己親自所講的話。這段話，你若無看頭無看尾，你會感覺足奇怪。是安怎？耶穌無緣無故講：你若喙焦的人來就近我，我要互你一口水啉，我要互你一杯水啉。你啉了後，你就永遠袂喙焦，因為佇你的生命中間要有一個生生不息。佇你的生命內底要有一種的活水泉，永遠袂喙焦。咱若無看頭前，咱毋知影迄個時間點。因為今仔日這個禮拜，這段聖經約翰福音第7章有一個足特別的歷史的典故。這段話是2000年前猶太人因照着一年3大節，特別是迄個大寮仔節，中文界翻做住棚節。因佇一年3大節最後一個大節日叫做大寮仔節、住棚節。因佇咧住棚節，因照因的宗教信仰的規矩，因愛離開因四散佇逐所在徛起的人，因愛來到佇耶路撒冷佇迄個山頭頂懸的禮拜堂，佇迄個所在做禮拜。咱毋捌看過猶太人咧做禮拜，但是牧師要甲咱解說，猶太人佇即個禮拜，因有7日，大平節總共有7日，佇最後一日大寮節。今仔聖經講，迄個上大日就是最後的高潮，佇做禮拜最後一日。迄日牧師因無叫做牧師，因叫祭司。祭司愛對迄個西羅亞池，你若是一個基督徒，聽過真濟聖經10個人，你知西羅亞池是一個捌有行過神跡迄個異地的神跡的一個所在。祭司愛去迄個水泉搶水，摕來到禮拜堂，然後將這個水就澆佇迄個灌壓佇迄個祭壇的頂懸，伊代表聖神的充滿，伊嘛代表明年上帝要落雨、落甘霖來潤澤土地，互人的五穀慶祝，會當豐收受祝福。所以佇這個大寮仔節中間最大的高潮，就是佇個禮拜中間，祭司會用搶來的水，佇基督的中間分別做成，來倒佇禮拜堂的中間。今仔日咱嘛要行洗禮，行洗禮就親像2000年前猶太人的祭司，將迄個對西羅亞池帶來象徵性一個有權柄、有能力、有活命、有祝福的水，該抹佇人的頭殼頂。洗禮就是這個意思。當人若奉耶穌基督的聖名來祝福伊身邊的人，迄個人就要領受對天而來伊的恩典。所以今仔聖經安尼甲咱講。當節期的每一日，就是第7日，就是上大日，這日叫做哈利路亞大俄羅的大節日。
耶穌徛在講，當這個祭司完成了迄個禮拜的儀式了後，耶穌佇外面出聲，伊就講：今日喙大的人來就近我。耶穌毋是誇口講我比迄個牧師較牛，我比迄個大祭司較牛。耶穌是要互人知影講，大祭司甲教會的儀式，並袂通贏過上帝家己，因為耶穌就是上帝。耶穌將活命的水，伊講：既然來就近我的人，佇你的生命中間要有聖神來流露。我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會記得這個大好山那節日，就是大了啊節的第7日，猶太人稱伊做哈利路亞拉巴。哈利路亞拉巴的意思就是講，佇這個上重要的大了啊節，最後歸榮講予天父上帝。佇這個大了啊節，上帝要落甘霖，要賞賜聖神，充滿佇咱的中間。求天父上帝今仔日的禮拜，講的人、聽的人，咱攏受祝福。耶穌講：既然咬喙大來就近我的人，親愛的朋友、親愛的兄弟姊妹，毋是教會有能力予咱，是教會設立是要見證上帝佇這所在要祝福世間人。咱攏講，我需要天頂的上帝是阮祝福。今仔日咱5位面勸，閣有這個宗賢閣有范真閣有這個寶田，閣有以上。上帝大大祝福恁，佇今仔日的禮拜一生一世。上帝將伊的聖神，就是一個活水泉。活水泉，這個活這個字，佇聖經的意思就是有活命，有活命的意思。迄個水毋是水，迄個水本身就是一個聖神所帶予咱，伊要佇人的一生中間到一生的路尾。咱來領受，咱毋是干那今仔日領聖餐，食這個餅，啉這個杯，因為逐擺教會若主持這個聖餐，食這個餅，啉這個杯，因為主耶穌講，這就是表明，這是表明我甲你相隔之地。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每一個人攏領受天頂的上帝，看會到，看袂到，上帝是阮賜福，充滿你的生命的杯，互咱每一個人攏真正做有福氣的人。咱佇上帝的面前，通過今仔日的禮拜，咱的心就充滿平安甲喜樂。咱的思想內底就充滿一種的積極的態度，就是我要追求迄個會當互我的生命受祝福的信仰。我要追求迄個當互我的生命受祝福的信仰。兄弟姊妹，咱有5位兄弟佇咱的中間，甲咱見證。雖然咱感覺講因是受人照顧的人，但是因有緣為的主張，因佇禮拜中間，因聽毋是干那聽有牧師的講道，其實牧師也未講道，其實佇因的內底，上帝就對因講話。總是嘛是安尼，面前嘛是安尼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有3項代志，牧師要甲咱做伙分享。第一，願這個主耶穌就是聖誕節的主角。兄弟姊妹，唔通誤會，聖誕節真正的主角不是聖誕老公公，聖誕節真正的主角就是主耶穌基督。這個主耶穌基督捌予一個細漢的囡仔，伊的名叫做馬喜樂。馬喜樂也未7歲之前，伊就認識耶穌。後來伊佇7歲的時陣，互耶穌的疼充滿佇伊的人生，伊就將伊的一生獻予上耶穌。就親像今仔日牧師傳咱讀迄句話講：我若求叫耶和華，我若求叫耶穌，伊就應答我。若無這個聖誕節耶穌，就無喜樂寶院的阿嬤。若無喜樂寶院的阿嬤，咱在座的親人，恁的囡仔就無有機會甲喜樂寶院結緣。所以，上帝將阿嬤帶來到台灣，阿嬤佇這個所在起家立業，起了喜樂培養院。親愛的姊妹，攏是因為這個聖誕節主人耶穌。咱佇今仔日每一個兄弟姊妹朋友，咱攏學一項代志，會曉祈禱。我若開嘴禱，我若出聲禱，我若求叫耶和華，耶和華就是上帝的名，伊就回答我的祈禱。或者你相信祈禱嗎？你講牧師，我從來毋捌祈禱，毋是安尼。
我相信無論基督徒，無論佛教徒，無論一般道教徒，咱都捌祈禱。咱若入廟裡點3支香，嘴裡咬咬念，毋是烏白念，毋是。咱心中有一個敬虔，點3支香，迄就是祈禱。親愛的姊妹，願咱的生命對真正的上帝，咱甲伊禱告，主啊，求你祝福我，求你照顧我的囡仔忠賢，求你照顧我的囡仔明謙，我將伊交予你，求你照顧伊世人。咱做父母的，嘛無才調照囡仔到一世人，對毋對？親愛的姊妹，一代擱一代，這個上帝永遠存在。願咱佇伊面前，今仔這個禮拜佇聖誕節，聖誕節有3個囡仔，今仔點蠟條。教會有一個儀式，毋是干那聽，閣有看。這個看到點3支蠟條，就是3聲的祈禱，毋是3聲無奈。3聲的祈禱就是講，主啊，你賞賜我恩望，你賞賜我仁愛，你賞賜我喜樂，你賞賜我平安。出聲求，伊就回答咱的祈禱，伊就回答咱的祈禱。你相信嗎？願咱每一個兄弟姊妹，攏誠做有福氣的人，咱攏誠做有福氣的人。咱聽見這個上帝甲咱祝福，咱聽見做主耶穌甲咱講，我要賞賜你一個聖神，伊佇你的生命中間就親像你永遠袂喙焦，永遠袂夭餓。世間有這種人，有機器人 AI， 伊毋免食毋免啉，但是既然是人，咱一定會喙焦，咱一定會夭餓。但今日聖經講，我要賞賜你一種的福氣，迄種的福氣就是永遠無停止，對你的生命中間上帝所帶來聖神的開力，這叫做救恩的活水泉，救恩的活水泉。所以基督徒佇禮拜日一定去做禮拜，迄個目的就是每一個禮拜一定要加油，加油，擱加油。做禮拜的目的就是來到上帝施恩座前。來到禮拜堂的中間，安靜祈禱講：主啊，求你施恩賜福，祝福我，讓我的生命有一種你對天靈來所賞賜。聖經內底有幾節的聖經咧講起活水泉，特別佇聖經的最後，伊講要有新天新地，要有上帝活命的江河，對上帝的禮拜堂流出去，流到遍地的所在，既然流過的所在，五穀青翠，要有生命樹底下。來繁華，佇遐繁榮青翠，結出活命的果子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施恩賜福。耶穌講，親像聖經所講的，伊講：既然來求我你就要活命的水泉。耶穌講，這是古早咱的祖先就留予咱的話，記載佇聖經有幾下話，牧師只有引3節，一節就是箴言18章第4章，吼。在這個所在，伊咧講起以賽亞12章第3節，123做好記。以賽亞12章第3節，伊講：恁着歡歡喜喜來到上帝施恩座前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已經洗禮過，你若是已經是基督徒，要信耶穌就要歡歡喜喜，要做禮拜就要快快樂樂。咱來做禮拜，毋是遵守一個儀式。遵守一個倫理甲道德，毋是。咱來到做禮拜，目的就是要享受做禮拜。親愛的姊妹，聖經講歡喜來搶這個水，歡喜來啉這個救恩的水。第2節的聖經佇以賽亞58章第11節，耶和華要時常引帶恁，耶和華要時常引帶咱，佇曠暗的地要互咱的心滿意足。恁要親像灌鴨的恆，恁要親像灌鴨的恆。你的水要永遠不斷，你當歡手佇你的心來講，主，我的心常常未滿足。人的腹肚真容易滿足，2碗飯、3碗飯就飽，但是人的心常常是上困難滿足的所在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照今仔日的聖經，甲咱施恩賜福講，我要灌壓你的恆，你要永遠無孤單，你要永遠無喙焦。這就是一個活命的氣力，活命的水泉，生生不息，活潑的願望。願天父上帝將這種活潑的盼望，佇中文的聖經是翻做活潑的盼望，其實伊真正意思就是生命的盼望，生命的盼望，意思就是佇你的生命要有一種永遠
生生不息，新的願望，新的願望。願天父上帝伊的聖神，特別佇咱的中間。這段話講，上帝來聖神來點佇恁的內底，恁的生命就不閣再有焦慮愁苦。願咱佇主的面前，各位朋友、親愛的姊妹，願上帝家己講的話，伊家己負責任。願上帝家己講的話，伊家己成就佇恁的心內，佇恁的生命中，想出恁有活命的願望，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願望。第三，佇今仔日，咱要通過禮拜，咱閣一解守聖餐。守聖餐就是提起咱已經佇上帝的內底做伊的天公仔囝，做上帝的寶貝囝。所以每一擺洗禮，就是咱閣一擺相信講，我已經屬於上帝，上帝要佇我一生中間甲我陪伴，親像老母常常甲我煮這個桌頂的菜色美釀。天父上帝要養飼咱到一生的路尾。願天父上帝，互咱佇今仔日的禮拜中間有幸無幸，也未洗禮兄弟姊妹。如果你若無領聖餐，你會當佇心內安尼想講：如果若有可能，我嘛要領受上帝的祝福。雖然我也未洗禮，雖然我無佇這個所在參與這個領聖餐的這個儀式，但是如果你若是真正是一個真正的上帝，求你，互我領受我以前毋捌領受過的祝福。親愛的朋友、兄弟姊妹，信伊的人要領受聖神，信伊的人要領受迄個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聽，連想象嘛想象袂到，天頂的上帝施恩賜福，就是上帝的神要點佇咱的中間。親愛的兄弟姊妹，主耶穌伊的聖神要互咱佇聖誕節閣一擺甲伊同快樂，因為聖經安尼講。既然有人佇耶穌基督的內底，伊就要成做新創造的人。願天父上帝施恩賜福，互今仔日的禮拜，咱有這個智慧。這個智慧就親像活水深水。伊講智慧的泉源，好像永流的河水。上帝的話就是智慧的開端，上帝的話就是智慧的開端。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親愛的姊妹、所有的朋友。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攏誠做有福氣的人，咱同心來祈禱。施恩賜福的上帝，今仔日阮有5個兄弟姊妹，因足清楚，因知影上帝你是會祝福人的上帝。阮恭敬照你的交代，佇教會設立今仔日的禮拜，互今仔日這個洗禮的禮拜。要誠濟，阮的兄弟姊妹，認天頂的上帝做天頂的阿爸。我要懇求天父上帝，照顧因，互因一生一世佇主你的恩惠。主互因的親人知，你聽阮的祈禱。主通過今仔日的禮拜，你設立這個屬靈的恩賜，來養飼阮眾人。阮佇你的面前恭敬安尼感謝，祈禱我靠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門。